好啊，我要介绍迄个关节病。啊，关节的镜头就是讲伊关节会疼安尼。哦，关节的症头就是关节会疼。对，啊，关节疼有分两种，啊，第一种是你平常时阵咧活动，吼，若像咧行路啊，还是咧地动的时阵，就会疼。啊，安尼是你会当先求克制的。哦，你意思就是讲行路震动，那关节会疼，来先休困一下啦。哦，对，啊，你若休困一下，啊，伊就会变，伊就会较好安尼。啊，毋过，啊，毋过第二种就是你休困嘛，啊，嘛袂较改善。啊，伊即种就是迄种较紧张的关节疼安尼。哦，那较急性的关节疼。哦，对，伊较急性的关节疼吼，啊，就会变愈来愈严重，还会肿起来，啊，变甲定安尼，啊，会变甲你的关节变甲足歹弯安尼。哦，变甲硬硬啦，啊，较歹弯翘啦，啊，这我知影。